啊，仲有一個人我真係好佩服，係大過我嘅，竟然再婚，49啊，羅嘉良，我睇唔出佢大過你喎。呢個秘密嚟㗎，你反省一下喎。係啊，秘密嚟㗎。咁啊49，你睇高，你屋企唔係睇高清啊，梗係啦，我睇高清就知啦，傻嘅你都。咁啊49歲即係再婚，我覺得真係好有勇氣。係嘛？即係如果我咁嘅年紀，如果離咗婚咧，都即係走翻第二條路啦，傻嘅點會再走嗰條路嘅咧？即係梗係即係孤身。而且佢娶嗰個老婆都幾咩㗎？北京人啊。幾後生下㗎，北京係後生，一定有靚男人咁啊！你40幾歲仲揀個40歲嘅女人，你唔係話有得揀你冇揀啦，咁仲再婚嚟做咩啊？冇揀94歲嘅傻。不過咧，羅嘉良呢個 case 咧有少少就另當別論啦。我覺得咧，我哋上次講咗20歲、20幾歲、30幾歲，到而家我哋今日咧講40幾歲嘅男人咧嗰個所謂感情逃跑啦嚇。咁我覺得咧，其實去到40幾歲咧，除非你仲係 keep 得好 fit 啦。否則嘅時候，40幾歲嘅男人多數咧就出現咗禿發，少少髮線向後褪，肚腩向前凸啊。咁咧呢個情況之下咧，其實嘅男人咧佢係相對咧會自信心較低。係啊，我啲人版嚟㗎，我啲人版。嗱，我都唔講啦，你自己好入裝。你都算幾好㗎啦，算幾好㗎啦，算幾好㗎啦。我見我更差。好啦，咁咧。通常咧喺呢個年紀嘅男人咧就同30幾歲唔同啦，佢咧就進入咗一個叫中年危機，即係我哋講咗好多次㗎啦，即係好過去啊喺不同嘅平台講過中年危機嘅男人，咁於是咧佢咧就會係信心唔足夠嘅情況之下咧就會有少少自卑啊，反而咧喺男女關係當中咧佢會覺得哇呢啲唔係屬於我嘅，會有機會咁樣，只可以遠觀。咁呢個時候咧，如果咁但係如果你已婚，真係只可以遠觀嘅。係，但係30幾歲嘅男人，如果就算結咗婚咧，咁叫活事啦，大佬。咁佢都仲係即係，因為我哋上次講啊，佢嘅市場係較為闊啊，咁嗰陣時候咧，好容易就犯錯嘅。但係40幾歲嘅男人咧，就相對較穩定嘅，相對較穩定。我嘅意思係婚外情啊，婚外情佢會較穩定。佢好穩定啊，都係嗰個啊嘛。如果喺30幾歲建立嘅，都係30幾歲就會不斷轉好似活士咁幾下個女友，就唔會再擴展。到40幾歲嘅時候，你冇能力可以應付咁多個，因為你老人痴呆，開始都唔記得養到邊個，咁即係只能係一個。唔係個能力仲有其他原因令到佢會一路減少落去嘅，一路減少落去。咁咧就係啦，冇錯啦。40幾歲嘅時候啦，可能喺事業當中咧，又可能陷入另外一個階段。如果佢唔係做生意、做老闆嘅時候咧，如果係打工嘅話咧，其實喺職場當中咧，而家呢個世界咧，40幾歲開始勾啦，開始勾啊，預備退休同埋預備隨時俾人炒你，陷入一個好大嘅危機感。咁呢個時候咧嘅男人咧，其實作為佢嘅另一半咧，其實要體認到佢呢個心理狀態咧，其實個支持又唔同嘅。即係30幾歲嘅時候咧，就睇緊啲，即係嗰個男人咧最好睇緊啲。但係40幾歲嘅時候咧，你可能要俾多啲嘅所謂嘅情感嘅支持啊，或者俾多信心佢。哇！你今日好靚仔喎，咁樣，即係咁樣咧，可能會令到佢。呢個係由30到40到50都要啱啦，係啊。今日好靚仔啊！係啊。喂，30幾歲男仔知道自己靚仔喎。 40幾應該講你好英啊咁。好英要俾多啲讚美嘅説話佢聽咧，咁咧佢咧就會。即係會對你死心塌地。因為好簡單，而家我諗40幾歲，你讚我靚仔，我啃唔落咯。我真係唔係啦，而40幾點學嚟有靚仔？咁應該話咩咧？應該有老味啦，開始40幾歲。你睇出翻嚟嗰扎都係咩呂良偉啊、羅嘉良啊，都係即係開始有嗰種男人味。男人味。嗰種就係40幾歲先散發到出嚟嘅，30幾歲未有嘅，20零歲行開啦，未到嘅，即係嗰隻咁，即係40幾歲先有。不過你講親都係啲電視明星咯，即係容易明啊嘛，大家你明唔明啊？咁我都講我隔離阿伯，你知啦。咁即係話咧，40歲嘅男人咧，其實係開始嘅自信心係向下嘅。向下嘅時候咧，作為佢另一半嘅時候咧，就多啲讚美嘅説話咧，就會幫到佢嘅。咁我唔知除咗讚美咧，仲有咩咧可以做咧？仲有就可能如果多啲可以同佢做下運動都好嘅。即係好似高坤咁樣，哇！70歲仲學呢個溜冰喎。係啊！好嘢喎！80歲諗住呢個跳傘㗎咯喎，諗住。喂，40幾歲咧，你如果作為佢嘅伴侶嘅時候咧，真係多啲同佢試下打下羽毛球啊。嗱，呢個又有都老人之外啊，高坤
我唔知你40幾歲有冇做啊？咁啊，40歲開始打羽毛球啊，就係咁你講。我諗啊，我都諗啊，喺度聽佢話，因為後生冇好努力賺錢，冇時間運動，到咁嘅年紀開始有啲時間就開始運動啦。我諗咁嘅年紀運動都老人之外真係冇乜盼望，真係陰公。咁啊，唔係每人嘅基因唔同嘅，因為老人痴呆症咧就同基因有關。嗱，如果你40幾歲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同佢做下運動咧，係實質上幫到個男人嘅，因為咧佢咧事實上即係好可能，如果叫佢自己去做運動咧，佢未必提得起勁啊。你如果話俾佢聽，喂，做啲輕散啲先啦，打下羽毛球先啦，而且打羽毛球容易啊嘛。咁所以咧呢個咧係實質可以幫到佢嘅體能啦。另外咧又可以重建佢自信啦，因為咧佢覺得自己有翻啲活力喎。我咧由出世到而家咧，每日都做一個運動，就係朝頭早起身做半下 sit up，有夜晚做埋嗰半下。OK。